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哦，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没有告诉你。Oh, yeah. Oh, oh,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是想送我的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谁会相信雨滴会变成一杯咖啡，种子会开成鲜丽的玫瑰，孤寂的旅途是单程的约会，相近像是后各自而飞，多么想让你走进我的心扉，一同承受心灵的忏悔，人生的路上你我紧紧相随，爱过恨过
后独自去面对。细雨纷飞，那是阴霾的心醉。路儿长长，伴随着我的疲惫，心中一直在探寻自己人生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的干脆。不曾想到咖啡让我无法去入睡，盛开的玫瑰让我心碎，寂寞的旅途会没人来陪，是你是我在创造心灵之间的完美。细雨纷飞，那是阴霾的心醉。路儿长，伴随着我的疲惫，心中一直在探寻自己人生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的干脆。细雨纷飞，那是阴霾的心醉。路儿长长，伴随着我的疲惫，心中一直在探寻自己人生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的。五星红旗风飘扬，胜利的五星红旗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领导、各位来宾，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光临粤剧好声音年度终极展演的现场，我是来自于浙江电视台戏相逢的主持人小杨。说实话，跟戏曲已经相伴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其实戏曲的魅力见证着我们中国文化的瑰宝。刚才开场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是如此之绚丽多彩。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由浙江省戏剧家协会指导，杭州市江干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杭州红杉树文化创有限公司承办，云艺社直播平台协办。并且呢，我们的展演其实是在今年的10月份就已经开始了。我提议大家先用掌声向我们所有在这10月份以来参加比赛的各位表示祝贺，谢谢他们。我们这次的展演呢，今天晚上有12位选手，其实他们是从3个赛区嘉善赛区、诸暨赛区和新昌赛区400多个人当中所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希望他们今天晚上能够有好的成绩。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光临今天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原浙江省文联书记、现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蒋建东，欢迎。欢迎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谢立红，欢迎。杭州市江干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姚忠平，欢迎。原浙江省武警总队政委程兆富，欢迎您。原浙江省武警指挥学院政委洪荣康，欢迎。原江西省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徐在仁，欢迎。原武警杭州支队政委刘胜利，欢迎。今天我们的评委也是大家汇集啊，因为这个任务太重要了，他们要给出最公正的一票，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有所点评。让我们欢迎他们。首先是中国戏剧2度梅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林卫林先生，欢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1级演员谢群英女士，欢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1级演员王航娟老师，欢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1级演员吴素英老师，欢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1级演员蔡浙飞老师，欢迎。我们今天所有选手，他们都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出演的顺序，时间是要控在12分钟之内完成，超时的话要扣掉0.05分。每位选手他们都是会有一个100分制的打分，我们的评委老师，待会儿你们的分数可以到小数点后的2位数，我们保留2位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晋级到最后前3位的选手，如果出现评分，今天现场还有我们的21位大众评审，你们的作用到时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的选手将会采取才艺的方式来进行竞演，最终通过大众评审的方式来决出他们的胜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第一位选手了。这位选手厉害了，带来的是蔡老师，我们的浙江小宝豫剧团的看家戏舞女拜寿《哭别》，来自于诸暨展区张晨杰，欢迎他。
女进城。谢谢。既然是小百花的看家系蔡老师，小弟不才啊，我猜了一下，以我仅有非常浅薄的越剧知识，刚才唱的是张派吗？你肯定知道，但我觉得他嗓子啊非常好，他声音当中有着金属的声音，这个很放松。但是呢，给他提点建议，就是，这个站姿啊。还可以，就是作为老生缺少一点，就是阳刚之美。哦。就对他的情绪当中，这个头一歪，就有感觉，他有自身的那种姿态在里面，所以在形体上再努力一把，嗓子非常好啊。这个戏是我们团的正团之作。对呀。一般老生都会演啊，这样的嗓子真的是很棒。谢谢。刚才我看到他一叫头，大家都开始已经鼓掌叫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戏迷朋友也是非常的有水平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1号选手张晨杰，来自于诸暨展区。接下来呢，又是一出比赛型的大戏，陈三两的骂堂。我的个天哪！这个待会儿
吴老师，你做好准备，可能要请您来点评了。我们有请来自于新昌展区的张文娟带来这段非常经典的曲目，有请。李凤鸣，你团长多少？我团长多少？200两，200两，姐姐。马小生。
善良，心心相依，李凤鸣，我的情比泪相擦你。谁知你梅花算是口断啊针，放开丝绢相擦你。不知你何尝也同苦用姐姐，皆是那色土的小嘴挑苦香。只盼着天时虚实早动身，我深盼那夜灯掐不了今生相逢，姐姐在宫廷。常言道，撩妹羽毛生泪水，想不到心底是痴的梦境。我虽是有个女子到清华，你恰是堂堂之最，守身体，背上乌纱一绺巾，龙泉马会里，穿上棍袍背负须，混上麦风王公公，你好了手把犯了通情呀，谁不骂你？我骂你这里灵子混气，说封家书贴汉书背跟背身上天亮，真别了气呀！真对得起恩怨去世的老夫妻。叫好声不断啊，这才是2号选手吴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陈三两是吕派啊，这个吕韵老师非常代表的一出戏。那您觉得刚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这段唱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位选手完成的非常好，情感非常饱满，有人物感，然后表演非常有张力，完成的非常的不错。就是给他提一个建议，就是唱低音的时候，他的气息
再往下沉一点。现在他这个气全部往上冒了，然后在这憋在这里，很累。然后还有一个要学会用一点假声，因为吕派说实在的，高音区的时候非常的高，用真声的话嗓子会很累，也不好听。所以说学会用一点假声，那会更加好。好的。他刚才特别快的那个，我们也叫快板嘛。对，快板。那个今天吴老师在现场，大家想不想听他一个教头吕派的，好不好？这考考我。这个不好意思，真的没准备。你说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起头来一个，就是一两个字的都没关系，我们体验一下来自于梅花的声音，在12月的时刻多么应景。说实在，我也不敢挑战自己啊。唱几句慢板吧。好嘞，掌声。可记得报恩时回来逃避情意，就是像像这种比较音区比较低的时候，气息要往下沉。那个气我都感觉出来了，就是慢慢的往外送的感觉，对不对？对，慢慢往外送，然后往下沉。谢谢吴老师，不好意思，其实我这样的要求是比较过分了，因为我们老师没有准备啊。今天可能在现场这么好的表现，我们也非常感谢。好，接下来这位选手结束之后，我们要开始前面的选手亮分了。不知道刚才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待会儿就可以揭晓。那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特别的一个表演，杜十娘投江，来自于诸暨展区郑金笑，掌声有请。我
人把笔挥舞着，岂肯不配呀？我马身负离家，谁断马对我官场当手做马，我满腹冤屈。如此千秋不讨归归，是我的家。我的娘我会打开爸爸李家，你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三个字，价值多少？父子千金啊！市面上我不卖了。三五日翡翠花，我都在家里。毛面水晶砖，我是无数故姜包丸，姜包茶，我一杯谁可惜夜明子，落山妇女。娘子，你我夫妻今日一别，谁将这颗夜明子留给我吧？我受戒指，只见娘子一半啊！哼，你休得妄想！叫声夫令啊喽！我嫌你个。谢谢杜十娘。说2点啊，一个呢是刚才出场之前呢，其实话筒没开，
所以他最开始刚才那个教头是起了一半的音，这跟评委老师说一下。第二个呢，刚才这位杜十娘是个男的，是反串的，所以个子特别高。这个时候我觉得点评嘉宾就要来一下林卫林老师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京剧当中的反串，我们的男旦是比较多见的。那您来评价一下刚才粤剧的这个反串的感觉。首先我觉得我们的粤剧啊，真的是我们中国的大剧种。从我们戏曲的发展来讲的话，京剧、昆曲一种大的剧种，才有男扮女的。我们豫剧中粤剧科班女子豫剧，到男女合演，到今天这个有男的来扮的女的，而且他挑战了一出难度非常高的。您要说他不是没点明白的话，乍一看还真的就是一个女的。而且他唱的还是副派。对，是副派。对。我太太也唱副派，所以听起来非常耳顺。是。因为她今天的表演非常出色。无论从她的那个动作的形体，这个她的腰、她的肩，包括她的脚步，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声音呢，转成起合当中还需要再好好的磨一磨。应该来讲的话，作为一个男旦的粤剧演员，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水准的话，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祝贺他演出成功。我刚才比了一下，他比我还高一点了，好像，所以他要做下腰，那多难的一件事情啊！现在评委老师可以打分了。你们前3位选手已经唱完，可以打分，分数交给工作人员，待会儿可以传到我们台上。那到下一个选手之后，我来公布前3位的分数。接下来第4位是来自于诸暨展区的胡丹群，2哥哥要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台哭兄，掌声有请。
银波飘。我知道你弯月老没来做谁，只晓戏吃肥酒无牙叫。我知道生小怪的来迎去，谁知晓未到人我谁台恰巧。我知道红烛高烧度良宵，谁知晓啊？我怕一束来凋两兄啊，你为我刻骨相思并不轻，我恰是讨尽贵妇无一了啊。你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堂上慈爱的老娘亲。你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埋伏自己金须纹。你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生你养你父乔真。你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竹林玉山那种乡亲。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牺牲师母教诲。一言比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也有手足同苍劲。这不是来，那不是。莫非是你抛不下应得婆？
你是多情多女子，我应得起是多情多女神。我与你虽不能同生，愿同死，愿同死。小心，小心，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先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杭娟老师，如果没记错，好像我记得赤壁派也演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吧？是的。所以这个祝英台，您来点评一下。哦，好的。其实他刚才一出场，我其实嗓子也扬起来了，因为我也有一个两兄啊，你一岸比来一岸开。我马上我想到我们戚老师也有这么一段唱腔的。这个时候他已经介绍了，本来我就想让他来唱一下戚派的这个祝英台的哈，所以比较自觉。我觉得4号选手啊，首先他的形象非常漂亮，然后呢，他的优点就是形象美，然后他的情感一直都是贯穿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一个业余的选手啊，能够上了舞台，这个情感从头到尾贯穿在那里，那是蛮不错的，真的很不错。那么就是给他提点小建议的话呢，就是可能呢他的嗓子已经疲劳了啊，这段时间也许嘛或者是感冒了，上高音的时候啊，音要一点飘掉，因为刚才我们几个评委也都在说，哎呀，蛮可惜的，这个音稍微有点飘掉了啊。是。对，然后他这个今天的音呢也没有到标准调，可能唱的是开场的部分尤其有点哈。对，那个也不是唱的是标准调，可能是升 F 调啊，比前面几位的选手要低了半个调，大概是，另外都挺好的，真的是恭喜他。水袖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还打了那个蝴蝶剑。水袖很不错，刚才2个难度动作的水袖倒是蛮不错的，但是还有身段上面还是要再加工，但是他的那个有几个那个在情绪当中的身段还是蛮不错的。好，谢谢。哎，我们来看一下前面3位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各位。第1号选手张晨杰，舞女拜寿哭别，来自于诸暨展区，最后得分97.28分。2号选手张文娟，来自于新昌展区陈三两骂堂，得分97.89分。我们反串的男旦杜十娘投江，来自于诸暨展区正金校市97.84分。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每一轮选手，我们每位选手演出的点评完之后，来公布上一位选手的分数。接下来5号选手来自于嘉善展区殷小红，再来一场陈三两骂堂，这是选手同场 PK 的剧目了。各位，掌声有请。见风鸣，气得我腹内俱喷。
他当场多饮水多心不痛，事情我心痛杀手。从此后3年虽作无音信啊，可怜我妹生在风尘。离家风诉情啊陪，是不中人心送酒埋小尘。先是埋坟先结草，要一朵陈年的莲花布送
的是学生赵东升，拍啊夜灯，抢不了今生相逢，才公庭。常言他娘美貌成内心，想不到你心底是此不关心。我虽是烟花女子到情他，一腔是堂堂之罪所成听。带上乌纱要雨晴，龙泉那亏里，穿上官袍背负心，换上埋伏当根本，好了伤疤忘了钢琴。他女用大意，我骂你这你领子婚妻，他不讲书的老鼠会天规的上天两层天的天真得起。爱怨却是的老夫妻。谢谢。其实刚才在后台，我在台侧看他们表演的时候，真的觉得戏曲演员的走圆场的每天的练真的是太重要了，还包括我们的身段。我想各位从刚才他们的台上的步伐就能够比出一二。那在这位选手，我们请我们的谢雪英老师来点评一下。同样的是陈三两骂堂，我们就不做相互的比较，仅从刚才的表演，您来做一下点评。因为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优点。那这位选手呢，嗓音非常的好，吕派的韵味也很好，整段完成的还是比较顺的，只是中间有几个地方大概紧张了，有点晃范儿，然后忘记了2个词。这都听出来，那么细。因为这段唱腔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再一个就是他整个到高音的地方气浮在这个地方了，自己肯定感觉得到有点颤抖了，所以我看到好像再一个就是表演的时候缺少一点力度。因为也有一个难度，他因为没有交流的对象，对，刚才没有交流对象，所以也有点难度，所以整段表演就缺少了一点力度，缺少了一点激情。自己回去再去练练，条件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手。好，谢谢我们的谢老师。我现在来公布一下刚才祝英台的得分，来自于诸暨展区的胡丹群，96.69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于嘉善展区的周作恒带来的是现代戏《杨乃武与小白菜》，好姐姐，掌声有请。弟弟，弟弟，兄弟。
7年前莫守光，一辆他领着两排渡家桥，娇儿出生上有笑，可见母娘来照料。临时跑他娘见面，我总是句心。好，谢谢。我们请林慧玲老师来点评一下小生的环节。刚才这位杨乃武演的如何？这个故事应该说对我们杭州人来讲是家喻户晓的。这个刚才那个选手唱的非常的有韵味儿，他唱的是尹派。我看过赵志刚的这个片段，从演唱方面来讲的话，他学的真的是惟妙惟肖。非常动情，而且表演呢也是比较朴实自然，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因为他是男的吧？对。表演当中有些动作啊，包括有些这个感觉，再稍微的阳刚一点，这个不要脂粉气太浓。如果这点克服的话，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男演员。祝贺他今天演出成功。谢谢。我本来是想请蔡哲飞老师来点评的，因为在他的看家门当。但是后来我想，不用着急。我一想，后来有你的夫人在，所以我就饶过了。我们稍后再来听你的另外的点评。我来报一下刚才5号选手殷小红陈3两骂堂的得分97.21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嘉善展区的朱梦兰。我一生与诗稿做了伴的林妹妹来了，掌声有请。
自今是几为是没见于心。好，谢谢。刚才这段听的也是如痴如醉，因为它是非常的缠绵的一段王派的唱腔哈。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谢群英老师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位选手带来的这一段黛玉焚稿。这位选手他有一个优点，他的声音非常的松弛，上下很通，整段唱腔非常的流畅。唱是不错，但是就是他的
咬字跟他唱的时候里面的那口腔没打开，牙关很紧没打开，然后这个黛玉的这个人物感觉不是太到位，因为这个病态的感觉。然后病态中带一种傲气，那种黛玉的那种傲气，这个整个表演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到位。希望选手下去再去好好的研究研究。你意思是这个黛玉是中药已经喝得差不多的感觉，中气回来了。好，谢谢。我们来公布一下杨乃武的得分97.72分，恭喜。接下来要表演的是8号选手，来自于诸暨展区的严凌春。请王航军老师待会儿做好点评的准备。玉蜻蜓安堂认母，掌声有请。听到娘
进来，我们要话事。贾娘公，病你身体不适，不能奉陪，请贾娘公见谅啊。娘这番要进香拜佛，请师太言过方便哦。病你居病无法，不能开门，请贾娘公为去吧。这既算是此，愿这句告辞了。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神，他是我父神，他不是鬼神，他不是神鬼神。世上多少新生人，我何曾说他是神鬼神？他自己脸色两三神，看起来神鬼神就是我父亲娘啊！18年孩儿离娘儿故里，从未临身思母心。生儿要回儿一生，我不要两地亲亲，我不信金榜题名，我不怕生言可畏，我这就老去天人娘。
杭娟老师那时候来上我节目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个拂尘啊，妈妈，你来看一看这个，同样台上这个娘，跟你演的娘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来点评一下。8号选手一出场，刚才旁边的蔡老师跟林老师说：“哎呦，形象很漂亮，形象很漂亮。”确实，这个王自珍非常的漂亮。真的是，我今天看见也惊艳了，很美，形象确实是很美。她唱的气派也有韵味，感情也很投入。就是给她提点建议啊，因为我自己是演这个戏，玉蜻蜓评的那个03年去评的梅花奖，所以说对这个戏感触特别深，所以给她稍微提一点。就是说前面的，因为这场戏是要爆发力，他收得太紧了，要该爆发的地方要爆发，特别是一进场，他这个音有点掉下来了。上郎夫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当，精神。那要有这种爆发的那种劲，因为前面他句子的时候，又认又不敢认，又认又不敢认。他因为前面没有，我们这里没有表演，他还没有这种情感带下来，要把它带下来，一股劲的带进来，带到这个认字，那么就那个但是他的那个感情还是非常的投入的，非常不错的啊。就提点他唱腔上面还可以再稍微放出来一点，就是包括我为我，那就这种，他的我为我太收了太紧了。杭娟老师，你是来踢馆的吧？这个不愧是自带风箱的粤剧气派传人啊，点评非常到位，谢谢。非常不错，谢谢您，谢谢。这个我们刚才听到了哈，这其实我觉得艺术就是靠不断的去练，不断的去堆积，能够达到一个高峰。那我们来说一下前面《红楼梦》黛玉粉稿来自于嘉善展区的朱梦兰得分97.54分。接下来有请是9号选手来自于新昌展区张少红，《
红楼梦》宝玉哭灵，掌声有请。还没呢。
谢谢，非常经典的一段徐派的演出哈。这段我们还是请林卫林老师来，我们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位宝玉。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徐玉兰老师，有没有？对，他的扮相长得很大气，也很漂亮，表演呢也是很自然，然后有一条好嗓。建议他呢，他是一个真的可以做专业好演员的料。如果有机会跟真的唱徐派唱得好的老师，包括他的形体，好好的再打磨打磨，再学点正规的形体动作的话，再提炼一下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豫剧演员。今天就如此，他的表演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可能因为喜欢，所以期待更高，希望他继续努力。谢谢。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玉蜻蜓安堂任母。97.92分，到目前为止最高分，鼓励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嘉善展区蒋海儿秦探杨告，掌声有请。
十指房，生死何福与他共？人啊，才知晓知人知面目，知心。那我亏他做了少女就放了根，他几个定期再去一周心啊生。200两银子一封信啊，黑的我上天福禄。十地无门，死者等非心策，人人公分。王神圣之正义是差因与我归隐。魂灵与我作证，与我作证。怎么？我哭诉了半天，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啊！我明白了，事情王奎逼不得从人，他是天子的门生。于是真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乖上你们是怕他不乖上怕他不乖上啊！
好一出情叹哈，那应该说我们接下来要请到的是阿苏老师、吴苏英老师了，因为这个您来点评太合适不过了。刚才我觉得这位选手在做、唱都有了很好的体现，您觉得如何？这是一出很吃重的戏，载歌载舞，那要求演员在舞台上的力量的分配要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合理。那么这位演员呢，这个选手呢，整段完成的不错，就是因为有很多水袖的技巧，他有些地方完成的很干净，但是遗憾的也有几个点，那这也是难免的了哈，他的有几个形体的造型，还是非常美的，我觉得他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段确实是难度非常高。祝贺这位选手完成的不错。好，在前面我们刚说了安堂热母97.92是最高分，结果刚才的《红楼梦》宝玉哭灵来自于新昌展区的张少红得分是97.94分。目前还有3位选手没有表演，截止目前他是排名第1。我们看看后面的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阿蔡老师，你的小姐来了。接下来新昌展区陈莎莎带来的是《春情传》，佐助她心气一声声，掌声有请。
情绪在心怀里，一下把一把在情中心，最动心你把我思呀情意，算是对打你反而关起啼泪里，从此爱名字自不换夫妻，今年我3年前，真情心深深路上的自己，你谁知你儿子早难回转坐住。太棒了，你的小姐。真的非常好。就是我给观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戏其实这跟传统的剧目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团，是我跟我们团的张艺兴一起的一个创排的一个原创剧目。也因为这个戏，我们俩双双获得了文华表演奖。我刚才看了这个戏的特点是改编于那个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春情抄》改编成的。那么没有大的动作，真的是全是基本上动作。这个戏是以跪，它的特点，这个戏的特点是跪为主。我觉得刚才这个演员11号陈莎莎真的非常好。首先她的音质声音非常好听，而且收放很自如，她的情绪也很到位，很饱满。吕派的韵味也很足。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而且她是一个春晴，是个盲女。她在表演中，我已经表演，我们的演的时候还有层纱罩住的，她今天是全露出来，但是让我已经看到了她这演出了一个盲人的这个感觉。给她一点点小建议就是，唱腔咬字的时候，就是字头再强调一下，其他真的非常好。
看到这就想到骑驴骑驴骑，骑驴骑驴骑，骑驴干。这个《真情传》的刚才的女选手，她是一个变态盲女变态，但是到刚才那一出已经是回归人性了，都已经开始对这个佐助的一番这个告白，所以我们也非常恭喜刚才完成了这么高难度的一段表演。接下来看看前面秦探也是很高难度的一段表演，最后的得分是97.82分，恭喜。最后一位选手要上场了，可以说视觉非常的漂亮，来自于新昌展区刘丽娜带来的宋弦和诗，掌声有请。关灯，关灯。何听公主把宋兄。可谓收入成功人，举文无恙多骄横，我乘着天兄心很松。曾参见公主千岁，宋红，你他等。你是在高山好光王，七本宫于是情爱王。必曾贞观将王家亲，你故言何中乱激荡？不要公谁神定数八开，是为我当今王妻理应当。你常言是奴必本意，分明是混淆是非，弄了人心，乱我家邦，乱我家邦。生母不属于赵素才，还是空儿造化理应当。王家亲，成了东，开律法从来是等量齐国。好将同破为蜀王，长全是真的为奴回农桑。无养父拥有奴婆罗八口，理应该读书四方，送回家。我不将是谁管事？只怕那王亲王妾竟要放。难道是我忘记为谁应不应？劝公主虽问神，细思量。宋红，你既有理，用你将来。公主是从不疑。
下早色怒月，天恩浩荡生命亡。无阳父追怒落八块，都是青春女子少年郎。今日你一代太贤里，上阴下药难阻挡。唐山事情张暖玉，都是我家务，农家后人中堂了。多少怕发父母一满忙，有多少我做一生吹破了千家共一家，那万语国泰年丰民爱康。公主你唐山不顾民疾苦，与何必当年心思你我忙？公主你唐山不顾民疾苦，与何必当真不转才沙场？公主你唐山不顾民疾苦，与何必不与的从真换家邦？公主你唐山不顾民疾苦，与何必颠沛流离在四方？公主你唐山不顾民疾苦。想到你的就是一生红了青春为大丈，一城十八非妇也要长，要光永成当。谢谢，是不是特别养眼？有一种俊歌靓妹搭配在一起的感觉。蔡老师，我比较不是那么专业啊，刚才那个是尹派吗？哦，太颖了，太好听了。所以还我觉得是您来点评一下刚才的怎么样？他一出场觉得特别吸引人。首先这个形象真的是英俊潇洒，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是他是有舞台缘的，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我们梨园行里说是主事业赏饭吃的那种，这个气质一直站在那儿就吸引到我了。而且我觉得他的影派啊，就影派的特点就是醇厚质朴、委婉缠绵，觉得他真的除了嗓子稍微有一点点哑啊，我觉得他的韵味真的是唱的还是蛮好的。整个表演也是非常流畅，我觉得他好像是应该是专业上训练过似的感觉，他气质身上的感觉韵味，气场特别足，非常好。谢谢蔡老师哈，大家都打分间隙。我们因为是最后一位选手，所以多留给评委一些打分时间。谢老师，作为一名花旦演员哈，刚才您觉得这位小生唱的感觉怎么样？非常好，真的，我都感觉他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表演，非常的大气，一点都不像业余的这种表演。他的眼睛也不会乱看，身上很规范，唱腔也很规范，只是有
点，他只要再把声音往外再送一点，那就是非常完美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小生。谢谢。我在后台打量了半天，我一直想看到底是男生是女生，因为这个扮相很帅，很像男生，结果是个女生哈。好，那我们现在的分数呢，都已经在紧张的最后一个分数的递传。刚才11号选手陈莎莎，来自于新昌展区的《春情传》，又一次刷新了最高分数，她是98.04分，列第1位。但是刚才最后一位12号选手刘丽娜，又是得到了我们的老师这么高的点评，不知道最后的分数会不会发生终极的变化。好，在等待过程当中，我们请了一群非常可爱的老太太，周宝奎老师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都很熟悉。接下来就有请他们带来这段经典的演出，《阿玲她娘来在》。媳妇的娘。
这组能打多少分？99.99分可以吗？各位，我们的比赛到最后了，这个真的是叫做不到最后都不知道结局是如何。在前面98.04分是最高分，是来自于新昌展区的陈莎莎，最后一名新昌展区的刘丽娜超过98.04，就是今天的冠军。我还没公布呢，我说的是个可能性。刘丽娜最终得分98.12分，恭喜！谢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首先要颁发的是优秀组织奖，嘉兴代表团、诸暨代表团和新昌代表团，有请新昌人蔡浙飞老师为他们颁奖，有请。我们也请今天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上台代为领奖，谢谢。嘉兴代表团、诸暨代表团和新昌代表团，也为他们准备了我们的奖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时刻。蔡老师稍后，工作人员现在还在拿着我们的这个奖状，因为现在由我们工作人员代为领奖。来，有请工作人员代为领奖，谢谢，谢谢春哥，谢谢。先生，您也一起领奖。有请我们蔡浙飞老师为两位来颁奖，谢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端上我们的获奖证书。优秀组织奖3位，请我们的礼仪小姐送上我们的奖状。10点钟了，我们终于等来了今天的结果，谢谢。这3个赛区是在我们这次的越剧好声音当中组织得力，有了他们，才有了400位选手当中，最终今天的12位选手参赛，有了我们最后的冠亚季军。向我们3个代表团的3位获奖的代表祝贺，谢谢。虽然是领奖，我们合个影吧。虽然是代为领奖，但是里面奖状里面是我们的3个代表团，谢谢。3、2、1，谢谢，谢谢我们的蔡秋飞老师，也谢谢我们的领奖选手，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的是年度人气王，来自于新昌展区的张少红132962票，有请张少红领奖。有请颁奖嘉宾越剧好声音创始人徐平，有请，请徐总为他颁奖。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获奖证书，谢谢。现在颁发的是我们的年度人气王，您可以上台来献花。因为我们现在的分数全部是现场出来，所以时间会有一些耽搁哈。我们的后台现在正在准备着我们的年度人气王张少红的获奖证书，谢谢。有请我们的礼仪小姐送上我们的证书，谢谢。谢谢。我们还有一座奖杯要送上，因为从我们的一直走来不容易，我们是全网的投票所获得的今天的奖励和成绩，这也代表着我们的张少红最终的徐派所唱的越剧为所有的戏迷朋友所喜欢和接受。好，先请2位嘉宾先来合影留念了，谢谢。送上的是我们的奖牌一个，谢谢。稍后要颁发的是好声音的新秀奖，请工作人员做准备，这里合影留念。3、2、1，谢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优秀奖代表，他们是诸暨展区的张晨杰、诸暨展区胡丹群、嘉善展区殷小红、嘉善展区周作恒、嘉善展区朱梦兰、嘉善展区蒋海儿上台领奖，谢谢。6位获得我们的新秀奖。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王航娟老师和吴素英老师，有请。看来都有支持者，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优秀奖的奖牌和我们的获奖证书。
6位选手。6位选手分别是张晨杰、胡丹群、殷小红、周作恒、朱梦兰、蒋海儿。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我们的证书，谢谢。也请2位颁奖嘉宾为他们颁奖。同时，我们还有奖杯。唐娟老师为他们颁发奖杯吧。也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选手们一起合影留念。来，我们一起来拍张照。准备，来面对镜头哈，我们中间靠拢一点。3、2、1。恭喜，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我们的新秀奖的选手，谢谢。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今天我们的探花，一共有3位，他们是新昌展区张文娟、诸暨展区郑金孝，还有是来自于我们诸暨展区的严凌春，有请3位上台领奖。有请颁奖嘉宾姚忠平和谢群英老师，有请。好，我们再次掌声有请到我们的杭州市江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姚忠平先生，还有我们梅花奖得主我们的谢群英女士为他们颁奖，有请。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探花的奖状，还有我们的奖杯。真的今天是现场产生，所以我们后台也是积极的准备，每一轮的比赛出来的分数都有一定的悬念和最终我们所不能猜想到的结果。谢谢，有请李玉小姐。来，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选手一起来合影留念。我们看前方的镜头，准备3、2、1，恭喜我们3位探花演员，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公布的是亚军，也就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榜眼了。榜眼是2位，来自于新昌展区的张少红和新昌展区的陈莎莎，掌声有请2位。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我们的秘书长谢丽红女士，以及我们的2度梅得者林桂林先生为他们颁奖，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颁奖，而且非常圆满，正好一生一旦，在舞台上应该是非常融合的一个和谐场景了。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选手一起合影留念。我们眼看前方了，准备3、2、1，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榜眼2位选手和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冠军，来自于新昌展区
刘丽娜，掌声有请。非常帅气的尹派小生，有人献花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原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巡视员蒋建东书记上台颁奖，有请。为我们今天帅气的冠军颁发奖项。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冠军一起来合影留念，准备3、2、1，谢谢。有请我们所有获奖的演员上台，再次上台，谢谢。来，有请，请我们所有的演员再次登台，谢谢。今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自己最光彩的一幕。也拿到了属于他们的掌声和成绩，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获奖的演员，再次向他们表示谢谢，谢谢各位，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晚上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让我们把掌声和欢呼声再次送给他们，恭喜！共同来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共同记住我们粤剧好声音，也共同记住我们浙江最动听、最美丽的声音，感谢各位，谢谢，晚安。欢乐的夜晚，灯火格外辉煌，星光更加灿烂。在这欢乐的夜晚，欢乐的夜晚。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再见。